小朋友，来，大家好，我甲恁讲哦，遮有遮侪宝藏，啊，毋过摕宝藏之前，咱先自我介绍。咱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明湖飞龙队。啊，你是谁？我是陈君吉。我是听主官。我是钟彩妮。我是陈成忠。好，小朋友煞了，咱来要摕宝藏啊！准备，阮家准备好啊！是安怎啊？今仔气氛怪怪。没啊，我足欢喜的啊。你足欢喜，毋过一直咻。对啊，你会使问伊尔，你会使问红小肥佮白大箍，看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怎么过来啊？我就甲你讲，我上讨厌这个外号啊！你无介意？你无介意这个红小肥这个外号？你袂等等，你袂感觉我好了足好的吗？因为伊就淡薄仔，所以我来甲伊讲红小肥佮白大箍。你讲啥？因两个都无介意，你无应该安尼甲因叫啦。啊，你敢真正无介意？你真正足过分的呢，哈！用阮的身材哈，吼，甲阮学这个外号，我嘛讲哦，你足矮啊，敢若当鸡狗的，我嘛无叫你当鸡狗。啥物叫我当鸡狗？啊，唔对啊！啊，你像这遐严肃啊，就讲讲笑，我无甲你算啊，你足无聊的。等者，恁两个哦，恁莫搁冤家啊啦！你感觉好笑，啊，毋过对方无感觉好笑，伊即马吼足艰苦的，而且我甲你讲，你拄则迄种讲耍笑的行为，其实也负责任。你安尼算是触犯公然侮辱罪，很严重，关起来。关，你说啥无？这严重？是啊。歹势，我其实无啥知影啊。啊，无我问这个小朋友啊，你若是真正叫人讲啥物矮啊、肥啊、矮个肥个短、查某体，恁敢会欢喜？袂，好朋友的话无关系，但是好朋友无要紧就对啊。对，啊，你感觉叫人学过啥物外号？你感觉无啥介意？阿肥。阿肥啊！啊，你有甲伊讲无？我甲伊讲，你袂使安尼叫你。叫我去甲老师讲哦，啊伊就无讲。安尼对啦，因为你若是本身讲，我是感觉无要紧，啊伊甲咱有接受就好，啊毋过咱若无接受，对方就袂使搁安尼叫。对。所以我甲恁叫恁无接受。伊袂接受。哦，安尼我就莫搁安尼叫。对啊，而且有真侪人想讲吼，想要替人记名方便，会替伊号一寡名，啊吼，若无就当作安尼是甲对方感情较好。啊，毋过嘛有一寡人想讲好耍，用对方的迄外形外表，啊，若无就是个性，个性替伊号名，啊，毋过会感觉足无爽快，会感觉有迄种吼起笑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这行为吼足恶质的。好啦，就像阿静讲的，阿肥这名伊嘛无改。就无介意。啊，恁其他若是万不里有一天恁去用好，恁感觉听落你就是足无介意、足无爽快的名，恁的感受会是啥款？无介意就生气的。生气。啊，毋过咱安怎做较好？甲老师爸母讲。哦，老师跟爸母讲，嘿，安尼较好。所以伊若当下无法度直接处理，咱就甲老师也是爸母袂使讲。甲拍啦。嘿啊，就亲像因两位甲你讲，嘿你就是我的爸母，你替因处理就对了。对。好啦，洪小静，白大下，歹势，好不？好啦，我嘛袂搁叫你下当归啊。好啦，我袂去叫你当鸡狗啊。好。哦，你烂起，咱就伤济啊，啊一支落啊。好，安尼即讲知影咱这叫名的这个礼貌。知。好，即摆就互恁来提宝藏啊。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来到这关，咱直接讲啊，咱要考验的跟社群有关系。恁平常是有伫用无？有哦。有。拢用啥物？拢用倒一个面册。面册较济。啊，恁知影恁头壳顶是打什么字无？知。亲像我即马，我若发一个文章去，我发一张我无说字去，互车弄着，卡断去。恁的字搭一个心情。你看到这相片的时阵，
还是这文章？爱兄，喏爱兄，爱上兄，对啦，准备好，好，社群内面的内容，好好啊表现一下。咱爱4题，通啊摕1块大片，8题就有2块大片。准备接招，加油，赢了噶！来，安怎念？克林东爱，好，对，来，弄，弄，我目镜，就是你啊。讨厌，头爷对，头爷。看头前讲哦，看头前讲哦。爱，哎呦，哦，这个是动态，动态对。no 来了，no 来了啊 ，no 无神着。我看头前哦。哎呦，修长， pass，我那边给你讲了。对。 pass，好，来，啊，注意啊，注意。来，爱，什么？对中着，免讲，这真免讲，对中。好，4题啊。来。马吉，哎呀，厉害啊，马吉，我的马吉伫对。 8题留2片啊！8题留2片啊！加油哦！转，第二啊，第一片啊对，这片啊，好，袂歹哦。好，再来，哎呀，真正悲哀啊！啊！最后一尾， no，都几盖？啊！我嘛是要跳出来。无啊，无伊啊！哇，社群顶面的一寡事，咱较少去读。来，第一个安怎念？克林东爱，个人档案无毋对，标准。哎，啊，恁的个人档案拢会写啥？我写我的生日，生日。哎呦，好，咱来看卖啊，安怎念？修收藏，收藏。恁家己有收藏什么物件无？有你收啥？拍篮球的物件，拍篮球的物件，拍篮球就是球尔，哪有啥物件通收藏？啊有鸦片技巧，机卡，哦机卡，哦，收藏是看哦，机卡，迄落影片，对，甲伊留落来，你对就通一直看，啊，就有学起来无？有，哎呦，就收藏你家己介意的物件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卖恁6分1块大片，敢若1块尔，来，请提。酸啥？ 1题就好啊。拢会使，你会？第三打，还给后边请打起你。拢会用的哦，拢会用的。来吃。好，即摆恁的心情是喜、乐、哀、怒，倒一个？乐乐。喜喜尔啦，哇，你有甲乐哦？乐通常爱摕3题呢。好，咱来看卖因内面是啥物款的心情咧？准备接招，赢来个！做火球进步，4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1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哦，来啊！珠仔塔，这声母有熟啊？有熟悉啦哦。有你头先讲恁的队名叫啥？灵湖飞龙队，啊，是安那会号这个名？因为飞龙是灵材，哦，而且我听讲，你会当讲是魔术角仔内面的飞龙。对，对，你是算魔术角仔的人才哦。对家己有自信。为啥？若是通常人才身躯一定拢会炸魔术角仔，嘿，你有可能身躯有炸？有啊！你真正有炸？哇！啊，我甲用个乱，你有法度伫个短短的时间甲变转来？会使，我会伤乱咯。
无够乱，哦，无够乱是不是？迄是派去啊，我是派去。这600块，哦，这个600块。啊，这啊，你嘛真现实呢，你毋收费量，对啊，费量，那会甲我计较济对无？咱来看卖啊是，通啊偌紧，准备开始。哎呦，我速度就紧嘞。有咧，安尼看呢。哎呀，你一下就好啊。哦，要飞起来安尼，哎无。哎，直接就紧嘞。哎，这个就难的嘞。哦，哎，根本一排啊。哎呦，哎，有这边啊，有这边啊。几啊面啊咧？啊，后面啊。哦，苗苗，27，你17。我声真正爱吹一个啊。赞哦。啊，毋过你敢是台语界费量，我都唔知影。我讲8、5架一块大片，10架镜线，才有2块。OK， OK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来，好起啦！那边。紧，好。紧，紧，一分买样诶。一步来 TSH，吃有啥物字？敲吹，敲吹对，讲出来啊。好起啦！敲吹2字拢是。我哩。来哦，哎，紧，一步。P 是波有啥物？阿爸对，阿爸。好起啦！那边。紧，哦，好快。进，紧，看你啊！红的哦。哎，那边一步，P 是倒有啥物字？刀啊，对，来。好起啦！都过去。好紧，起啦！进，红色的，红的哦。红小姐，哎，P 是倒有啥物字？蛋真对哦。图书馆，图书馆对。好起啦！来，我看有偌济迄个你会当讲，哎呦，叫有无？哇，就是阮，哎呀，就是要互阮小钱忙的。红的。你是倒有啥物字咧？得啊。哎，好起啦！咱换一个，差不多啊，时间差不多啊。来啊。阿静，我你连你较轻的互队长。好，阿哥啦。你要上伊的啊！阿静红啊。小姐，倒有啥物字？弟，弟啊，对，弟弟。好起啦！我就起来啊！偷。我就起来啊！哎呦，2步，2，哦 TS 之有啥物字？站香。之站香对。来，好起啦！时间到，咱做伙出来复习一个。哇，洪小姐，你真正足熬的啦！哎呀，差不多。无你咧练习。是真正的，哎，一直伫迄个刀吼卡足侪解。啊，毋过伊嘛是讲过来你的。对啊，嘛算恁有够啦。咱即摆来看一下 TS 之有啥物字？灶卡。哦，灶卡。照。哦对，灶卡，啊，甲灶无共字会使，敢有？食饭。阿姊。啊，食。来看卖一个，1、2、3、4、5架会当摕一块大片来，请摕。来。溜起来啊！哎呀，都拢会用诶。啊赞哦！上尾关哦，恁着加油，加摕一块是一块，知影无？好，知啊。来哟，准备接招，行来卡。有话做你讲，
四位探险队员开炮来弹海贼，啊拍到2个海贼，就有一摆做鬼的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。我伫遮祝福你，祝福你永远写袂掉。哇！真厉害！我跟你讲，厉害是啥知道？我感觉咱拢做了足好，咱拢秀起来。对，你看即摆来到第3关，恁才摕到2片尔。家己鼓励者，我感谢我家己。我是咱这游戏界飞龙啊！对，我是第好，好厉害！我哋阿姨是第好，另外一位是第七。伊拢住伫个遮守护咱这只船啊！伊是第一组，因为上届食鸡腿。哦，鸡腿便当。我来是这意思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关卡通常哦，因无啥可能4题拢摕到，4题拢摕到，才有摕到2片的机会。对，啊，你若是2题摕到，较通啊摕到1片。好，无好描，嘛无好讲，恁就尽量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好，尽量加油哦！出来是爱加油真的起啊！爱加油啦！蛋姐哦，疼，曙光嘛，都会曙光。哎呦，险要弹着。疼啊，疼给当讲啥？盐，够劲。拍到大戏你爱当啊！盐水啊？牵着后箍啊！哎疼甲盐，呦，做久做啊！久啊，做久。疼甲盐，做久做啊！久啊，做久。我甲藤坑里羊水里面，盐水内底。内底。好，我甲爱过关，然后一位。爱注意时间哦。哎呦，bonus 啦！哎呦，第一是茶，茶会当做什么事？ bonus 哦，看卖 bonus 是啥？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只说了蛋姐哈。时间也够2分，2分半。好，我才出来啦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上重要是啊，想看卖bonus这里边怎哎呦样？激励。啊，bonus 到去啊！这里边怎样跑？我甲茶头放伫铁啊顶管，好，会用的，肯定过。啊，不过时间剩1分20秒咯。 喜欢你这边哦，速度太紧了哦。转团快团还是转？哎呦！哎呦，险要甲我弹掉啦！好，啊，看好势哦吼，想看慢慢在走输哦吼。好，拍不加油哦，加油哦！搞啊！啊，落团角，落角应该拢会。哎呦，蛋姐哦输就快乐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慢慢30秒。哦，这是什么力？金快了，输吗？不是输哦。输呀！你来告诉好啊就快乐。哎呦，厉害！哎，你都厉害啊！我配合，我配合。好，蛋姐哦。加油！没了。时间到，不要紧。哇，想袂到，恁 bonus 把摕到，要紧咱先对第一题来讲。这个字安怎念？盐，哎，合喙，哎不，喙嘴那个合起来，盐，对。啊，咱的 bonus 是啥？你竟然会晓，真正厉害。T 哦，T key，哦，T 门，对。啊，还有啥？帕提亚，拍梯啊！哎呦，第3题，咱过来试看卖啊，做句。李树林，我真快乐。在树林夜市啊，我真快乐。树林夜市啊。我伫树林真快乐，嘛是会用的啊。对，该这个所在，对啊该引导。安尼嘛用的啦。好，咱来看卖啊，恁得到3分，通啊摕1题大片，啊毋过 bonus 叫恁摕到啊，所以通啊摕2题啦。摕2题哦，直接摕2题啊。输。哎呦，摕2题啊，看你要打哪头位
当耍。哎，直接打去，哎，拢会用的，拢会用的，你知看你，看你，拢会用，好，这。好，好，唔知影会对啊袂对，敢有机会咧？准备接招，先来个。嘿，来哦，又搁是紧张刺激的时间啊！对。恁敢有想要耍威咧？有。哎呦，阿静啊，阿静，阿君啊，阿静啊，你要安怎耍咧？好，来，阿伯，让你安尼，我要刷高边啦，伊要刷高边。哦，拢刷一遍安尼，对。哦。刚刚那菜丢啦。好，开伫咱来遮就是好耍、学台语、讲台语。那无着，敢会有啥物无共款的心情？有来算就好。来算就好啦。好啦，啊你要出来背就对啊。还是，还是你要背还是阿官？合作。啊这哈。好，阿君啊，真有伊的想法。对，就乐观呢。对，啊无配合着学这伊想要来背，看卖啊因安尼合作，敢摕到宝藏咧，请背。哎呦。加油！哇！班长，小朋友来加！竟然安尼目睭会摕到，趣味的豆皮，哇！哇，这豆豆真水呢！这就困难的，这1000片的嘞。这个是高温。啊，这高温啊！你敢有听过高温啊？无。高温啊，食芋圆的迄个所在，哇，伫咧东北角真水的迄个所在。啊，芋圆就好食哦。哇，恁平常时敢有耍这豆片？有。有哦。好啦，今日咱参悟落来，心情啥款？欢喜。欢喜，你上欢喜，因为你刷了，一只就互你钓去啊！真正厉害啊！彩妮你咧？欢喜。欢喜。拢真欢喜。真欢喜。欢喜，有台语，真正厉害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